我係4B 班呂東宏。80週年，聶榮臻元帥係抗日戰爭時期率領八路軍嘅名將，亦都係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人之一。1995年獲授元帥軍銜，後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要職，而且佢仲管理兩彈一星嘅軍事科技發展。兩彈係原子彈、氫彈、導彈同人造衛星工程簡稱，對推動國防現代化、維護同塑造國家嘅軍事安全大有功勞。聶元帥喺抗戰時期既英勇抗敵，又保持了仁愛嘅精神，佢嘅行為令人十分敬佩。而家我分享一下呢個故事，係出自教育局文明中華第7期嘅文章《戰火中嘅人風》，聶榮臻元帥嘅。佢哋1940年，八路軍戰士喺戰火中救起2名日本小女孩，佢哋一家係日本僑民，父母受戰火波及而死，只有2姊妹幸存。2姊妹變成孤兒，姐姐美穗子謝有約5歲，妹妹仲未夠1歲。聶元帥認為孩子係無罪嘅，隨即安排將佢哋送到指揮部去照顧佢哋。聶元帥親自照顧姐姐，安排醫生同乳娘照顧妹妹。姐姐唔識漢語，只係不斷重複講媽媽死咗，媽媽死咗。聶元帥親手洗禮餵姐姐食，再為稀飯安慰姐姐。聶元帥認為戰地環境艱苦又危險，決定將2姊妹送返佢哋嘅國家日本。佢委託鄉民將小姊妹送到日軍駐地，更附上一封信俾日軍，強調中日人民本沒有仇怨，同樣都係日本軍閥興兵侵略嘅受害者。中國軍隊唔會同日本人民為敵，希望日軍將孤女轉交俾佢哋嘅親屬撫養。今日嘅918事變紀念日係1931年9月18日，駐中國東北嘅日本關東軍喺瀋陽柳條湖附近炸毀咗南滿鐵路嘅其中一段，並訛稱鐵路被中國破壞。隨後，日本向中國東北軍嘅駐守地同瀋陽城發動大規模攻擊，並喺其後4個月間佔領成個東北，史稱918事變。中國人民長達14年嘅抗日戰爭就開始。姐姐美穗子喺1986年重返中國探望聶元帥，美穗子見到元帥，含淚表示感謝當年嘅救命之恩，並轉達日本人民對中國嘅祝福。聶元帥也表示了中日2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嘅願望。今日故事介紹完畢，多謝各位。